身呢，一宿水天哦，一步走给一层风哦，莫啥莫西该土地呀，莫啥莫西。该土地，莫啥莫西，给土地哟。树风有条，笔筒有水天有山。すみません。人讲哦，门当爱副对，啊，其迄细只还冇的，啊，行啊倒来，我会甩退路。不管用的，要听说会痛，就算不卡反对没共用。哎，我偷偷出门，还没事情。今天什么个啊？中法也係業務家送嘅新電話。有個睇數。你想我啥咩？嚇？生意嚟啦，唔卡終於來嘅係乜嘢？唔啲啦，來嘅每嘢平平好。電話太條嘅，應該生意你出聲。那没有新電話，快都清獎哦。也係卡獎中的呢，開始嘅時間安尼細細條的啦，你看，也還按太條嘞。卡獎哦，對新電話真是懂中意。與阿賢先生關係，應該算係啦。卡獎一直講哦，新電話就像係佢嘅生意呢。你看，也沒有新電話。哎，真是呢，
你爸个啊？日本的长途社会的世界，那爸本来的语言选拔的。哎呦，爸都中奖呢！等起来，你阿爸发嘅，来看迄叫记笔咧。还记得第一年，阿爸带我出去，经过一个客家庄，看到一户人家的新电话，这样时是看到东久，个人爱向下发。阿爸对新电话印象特别深。还是严重太多诶。唔係啦。講到阿賢，錯，他講結婚過後，快樂嘅日子過冇幾久，阿賢就13年轉去主動去講學校咧，喺度學了幾多。學校又不用了，佢真係做不卡。日本有紅色，有不用了，我就會再來看。要不等我。じゃあ。行ってきます。いってらっしゃい。厝妹，过来，安尼。厝妹啊，我老讲，做心球的哦，伊个规矩我先讲。较毋是吼，我个哦本人讲啊，个做家娘的无老教好。像伊啊种的哦，细只强的妹的，爱知本分啦。也阿贤无错不卡，毋都做毋得啦，出去老杯拍拍照。我卡的事情做好，你看唔会讲闲话，对吗？阿弟，记住好啊，入来。一准要做得出来样的事啦。还是他们也会注意。无相关啦，小个事情，自己有多做出来。等佢会做哦，我都咬死嘅啦。冇事咧。
爱甲伊三叉请爷姨。爷姨讲，萝卜个车妹动厉害，通讲头摆夹甲用不偏的，记老去病到木后摆个罕见的地度，无人管，要无去照顾佢，讲无去救的，佢就孤身呢。爷姨讲，爱人也太集中也门前事，有无先问过佢呢？太子的家娘，还得人强哦。我想我去看佢，不过我又想，迄个无拄好，海到佢安样较使。一次比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起行药，个成块3撇半，一日摘一多，少3传说啊。萝卜的山茶开烘肉店有20年的历史。阿贤的阿爸是汉医，总民平常时就会来也看病，天天呢也就变到大家打最久的所在了。大家，哎呦，这来拿药了。哦，哎呦，哎，我讲呀，嘿嘿你落在要做来哎啦？呀，叫我看到了。你阿爸就买先喎。係啦，我講啦，台北嘅藥嘅哦，係試來試去啊，喺一片藥清友好。有樣好。係啦，台北嘅新聞啊，嘅台北青老院嘅西門店，佢哋件千泰嘅氧氣罐，氧氣嘛，解人點啊？實時間按摩叮當，推薦表示嘅台步，佢現在就聽到，現場說出來解話咧。哎呦，有人講啊，嘅氧氣啊，跳擺咯，都唔乜講法，冇生嘅。哎呀哦，時代進步，大家哦，綜合抗嘅氧氣都有生嘅哦。真嘅咩？真嘅啊，還有人講啊，嘅氧氣啊，像鬼氣。哦，迄真嘅鬼嚟做戲哦，嚇死人哦！硬入去啊，烏傻傻嘅，點解有人冇？有啊！一個細妹哦，聽那麼暗藏，啊轉下過來，什麼暗藏吧？講笑嘅啦！暗哥啊，一下哦，你看氧氣啊，細奶啦細妹啊，都嚟嘲諷下了。細來細妹嘲諷下，更唔是進洞裏面啊！命呀！すみません，我請乜嘢？請假茶未好，我係三妹，厝妹先生落妹啦。哦，阿姨啦。你三妹哦，哎呦，你厝妹较强咧。也係一些意思。哎呦，让我按声音哦。厝妹啊，俺老妹来请，来，你来。厝妹啊，來，你坐呀。好，愛吃茶嗎？唔是啦。看到我真歡喜呢。阿妹好冇？阿妹當好。大姐，聽講人家娘千里腳，佢對唔好冇？有樣。娘啊，冇事情啊。你只個哭到嘅，佢都唔係安尼啦，一係唔係人家娘做嘅？
唔係啦，係啦，我未講哦。你千萬唔好攞咪講，唔好本記笑。點喎？啲啦，太子，記得哦，有乜嘅事情，聽錯愛老眼講，愛想辦法，老唔幫嚴肅。幫乜嘅因素？愛做的。你轉去呀？認轉去咧，我嘛。太子，不要緊啦。阿珍姨，哎呦，啊真的啊，饭馆本身，啊，俺家都做满月了呀。係啊，那萬嘢嚟當，好呀，生意呢吼，兩好處我見人看人哦。唔算好命哦，伢來比我阿賢哦，較慢頭，唔使比我較做男孫的咧。係啊，慢慢看人哦。頭都唔會講嘅，唔當冇頭。可能係生活太緊張咧，卡將一直冇辦法有成功。阿賢道上係種子，也愛就想去男孫咧，卡將嘅壓力動態，不曉嘅新電話上到洞口，總係一直冇開發。今晡日阿滿意來，我老女妹嘅把事幫佢拿轉去。有樣，你家幹你呢？我乜嘅？哎呦，有乜嘅好排泄啦？唔睇動家咩？阿妹，我夾講啊，係哪位人啊？銅鑼人，係老爺滿意窮爽嘅。銅鑼，暗演嘅。很沒演就睇唔到，你只有幾惡啊？實在。好，定家人啊，你全部都男容氣，當唔比你係乜嘅英雄啊？好咧，銅鑼那位演啊，重點係哦家庭愛好。聽講亞家人哦，三胎就種田，戶卡有700分田哦，兄弟當兩個天天，姊妹哦全部嫁出去嘅。伢滿意啊是掛保證哦，講呀生來的吼老實，也會好服侍。耕田呢，當你只一生命就要啲田度採風散日，很辛苦呢。耕田有嘛唔好呢？有田長有帶，雖然當日採風散日當辛苦，不過按樣長唔驚冇飯好食啦，唔會咬到啊。像伢爸。有4分天不能掉，張做得人哋學到很大。唔係啦，我係講像耕田唔啦，我係希望你自家嘅有條路，也係有屬意嘅人，安尼會較好啦。有田又有屬意，安樣當好。做得嫁到安樣嘅人，是有福氣哦。嗰時唔知。你女妹有安樣嘅福氣冇？你講講啦，用啦，你想要揀樣嘅人啊？但有差，你看哦，像太子啊，自家本自家中意嘅人，有條路，屋企又有錢，不過家講緊又按快，幸福咩？用嘅啦，哎呦，
也太子哦，家哥遐很久诶，也唔是有神嘛。嘿，太子家哥去那个一年了。阿妹，太子从吼，迄都好搞，喊得丈夫卡啦。哎呀，也自己心哦，爱亲弟啦。同安好，乜个事情就袂人人讲。细某人心情很唔好，春风就唔爱乱，怎样会有神？相爱同一次，一次比。这有啊。おかえりなさいませ。台湾の天気は暑かったり寒かったり、もう我慢できない。井上さん、午前9時20分、木炭が20キロ送られてきました。10時5分にお隣の村上様に挨拶を。11時にお手紙が届きました。ご苦労様。お手紙です。ありがとう。お願いします。はい。さくらちゃん、今日は先生に何を教わったの？たくさんの動物。へえ、すごいね。じゃあ部屋に行こうか。はい。次。太子，什么诶？你有听啊你啊？茶梅老外讲诶。唔错啊，来见识见老唔讲吧。不卡做好冇？好。俺迄来拢有讲，你是爱看你咧。你唔会讲你呢？你会讲你啊？红龙。同我暗恋嘞，家人三姊妹要见面，是行较困难嘞。唔免甲到山茶过风天，因三姊妹又免无皮皮见面啊。太子，你有宽字嘛？哦，阿妹讲吼，我用种强虫，按你当飞油，系咯，还是卡不着诶。嘛，喏，用讲法安像阿妹啊？哪有啦？侬嘛？咱大家下上聊聊过来。哇，当然，露露，什么？おじゃ。はい。みんな地元のものか。地元のものです。もし見知らぬものが来たなら、発出通常に届けるのだぞ。わかったな。はい。皆ももし得体の知らぬものを見たなら、報告するように。わかったな。はい。你用哪条中条作乱咯？因为那条时叫会全部出通，慢来顺路呢。聽講啊，你人哋冇其人大夫嗰片農民啊，私下度個社會啊，講係總督府人抗議哦，講你啊土地去收了錢落你啊稅金冇問題啊，猛起抗議哦，嗰是本幹湯檢察到啊，聽講前度已經被捉起呢。哎用人啊，係啊，嗰啲五地市嘅哦，實在是係啊。哎呀，来来来来，哦，来对台面哈，大家请神奇的东西问大家看。我高呀，你带埋神奇的东西来了。来来来，看哪里？哎呦，哦，呀，系嘛个？點啊？可能從因溜上機嘅款哦。年紀有啦。哦，
哦，忙大开就地了，哦，算有文化有见识啦。啊，安尼吼，我要来编一条特别新时行嘅歌诶，天阳歌诶，桃花吸血姬，本大家弹看下咧。好啊，来来来，嘿，你会呀？唔会？会呢。来了来了。唱歌诶，好听诶，乜嘅歌啊？头发吸血姬，一出天样嘅曲牌。曲牌？庞先生带来啊。庞先生？哦，高兄，佢特拜对台北转来，听说心内中风，特拜来，除非得到嘅太土司嘅嘻嘻哈哈。昨晡日本太二有来，讲嘛个太湖农民本选择做迄个事情。我没有谈过。日本人虽然在台湾有建设，不过还喺动物。我唔卡来帮东岛做农的，我哋佢哋會不滿。唐起来动危险啊！你千万唔好去面多哦。是少，喺啲國家個教書要罰村啊！再個講，也係有呢，哪有一套唔上啊？不過，命嘅安排就係按拄好，今日卡將拄好去山峰找藥草。用得有限嘞。用的嘛？用的嘛？你是客啦？你錯爽的呢？哦，東洋葱誒。啥病？叫啥？山竹。你等，你本先生看下好冇？你啊，來，我假，我假，我裝不卡，只是做唔得啦，你會冇命嘅啦，你等伊去本先生看啦，來，我假，老公講，去本先生看下好冇？去本先生看下啦，好辦事，你不卡的，好把順，好了，來，生意，我真不卡，來，生意，等我。水不？哦，天天的哈。nhà sống東洋葱誒，唔怕，我會處理，你當走。唔係啦，nhà sống ăn洋葱，肯定會出血嘅。請你走，我跟你處理。你不看你呢？走。
来做什么事情？倡议唔好乱讲。来同，係。今日你听说被无命，来重的。お嬢さん、お嬢さん、大丈夫ですか？大丈夫ですか？兄弟啊，人淹來哦。お嬢さん，お嬢さん，疼到冇？你疼到冇？人老唔巢喐嘅，嗬，會痛哦。原來點嘅嚇？相爱同一次，一次病。连登嘅下日，卡匠就会用写什么嘅时间去看车海。什么？你真来哦？安尼讲，俺们今朝只做出来，原来你底下写啥？嗯，没有。来，让我们分数。我。哇啦的哇咪哈里，我那个那个。阿燕，松柏拍捕农民的事情，你通用。俺没有传供，东方这片没有通用的事情。人拢做本事卡做起的，你别会办那个法。你呢？受到欺负讲唔下去，唱要出来，但真嘅看唔下去，你可能一直留下，看中医店讲你，但你靠甲靠，特别照顾农家事情，就会希望有出事的，两做就较好调的。家己着就很用语言。有讲中年，没有出事呢。你讲有几飞，唔好有几个分数。
上班唔敢讲，我希望来受到权利，用安尼拢嘛。我係知道佢俾我身材過啊。用嘛，無所謂，讓我好好把怎麼樣？像啊，聽日啦。我被天使暗號，你用出去曬下熱票啊？我把孫不是永遠行來行去，我驚因會走入來。哦，人要做體位，體位哦當營養，唔出按多些，是體位做得不些。安是誰？我也是。松香太美。哦，也相正，按到出門，敢唔咯？恰汗，恰汗。你哋去看書啊？你識韓文？我去過銅山。廿四時節，你透過史書，你去看乜嘅書啊？我冇解，農業嘅書，冇興趣啦。農業？我老朋友去銅山帶種田嘅書，帶種田嘅技術轉來到苗栗。搞營種田，冇收到第三度豆山豬。我意思係，轉來搞營種田，結果豆山豬。なるほど。講實在嘅，我當新鮮做得。去看看那諾布的世界。多謝楊勇誒。哦，唔是生意啦。那家官哦，一塊好有點咩？哦，難怪你是安好。哪有？也是啦。安是誰？旦那，どうぞ。みんな地元のものだな。はい。これらのものを見かけたことがあるか。よく見るのだぞ。ありません。うん。お前も見てみろ。知ってるのか。いいえ、私は知りません。お前、先ほど写真を見たとき、顔が変わったろ。本当のことを言え。女性がいるとは驚いて。女にも身の程知らずがおる。その女盗賊がそうだ。大臣、私の子供です。大丈夫ですよ。何日か前に我々はその女が山中の林家の納屋にいたのを見た。盗賊がまだこの山里荘に潜んでいるということだ。この手配しを頼むので。はい。見つけたものは直ちに通報するように。分かったな。はい。主妹，
让人识的冇？唔识。我老唔讲，也事情真太条，阿贤也冇在屋卡，你拍佢记者喂，对冇？嘉汉，嘉汉，嘉汉。卡强讲，这是佢野生人头一摆，遇到老七家完全无穷样嘅什么人，故说佢对恰汉嘅印象同情。事情过退后，卡强结婚1年，不后嘅新电话总算开发嘞。飞马，哎，苏麦，你样个呢？苏麦，飞马，飞马惊了呀！苏麦，我嘛该了，哎，你样个呢？阿妹，冇事情啦。大家好，跳哪行行？哦，你别啦，唔是输啦，你别啦。还是我娘话你呢？你看厝妹迄没有神风的呀，我老去打嘛看来。嘿，啊，恐怕系哦。听看家长人问看来，佢真件要吼，真好。是呀。衰我来。好了，对，你先。元気になった？はい、元気です。楚妈，俺今日身体有乜嘅冇重要冇？冇啊。阿贤今表去转来，来看迄妹煮只鸡啊。好啊。雞肉本阿爸未食，阿賢食幾桶？唔係挨掉，迄唔係阿贤啊，最近嘅身體會補一下。お父さん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。阿賢用本猛賺。楚妹啊！楚妹啊！阿你哥？阿贤吼，佢讲佢根本就唔会转来啊！哈？佢我硬老唔讲啊，佢喺身体吼冇爽爽啦，不用了佢就冇会转来。佢不骗你哦？阿贤佢讲冇乜解要緊啊。好，那先希望下你啦。安子先。好，唔會。阿爸，阿賢個冇喺轉，係咪懂嚴重啊？我親手阿賢，冇按規幫我冚下嘢咁樣要卡起來咧。
阿贤冇做哪呀？来看，干嘛叫管片又徛起了？哈！哎呦，娘个散咯！还没啊，爸，吃饭了哟。出门，真好，爸爸去看看啦。还唔去照顾阿贤呐？去做东，真嘅呢哦。啊，冇因奈咯。家我帶佢同去。也約嘅也帶去。哦。我同講哦，阿賢也有看嚴重啊，都夾下撞你老人講，點啊？我啲。佮迄卡匠结婚过后，头一摆出庄。虽然新都观念阿贤多少，不过就像对龙尾度变出来嘅条诶，总算接触到自由嘅空气。すみません。先生は中に？はい。あ、そうか。ありがとう。阿贤。阿贤。你有神风诶，还做我爬诶，这是我让人家打，这是我让人家打。真出妹，希望帶我去台北。家很久唔食飯快誒。西茶，不要回到刚才事情啊！阿贤，你师傅呢？转世转台心渐渐吞落嘅梦子，某一个留一白，发中落给你，乃就给听，乃就。